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第三集以公開宣告令麻衣重新被看見，第四集就由奇蹟之後的生活展開。當超自然嘅帷幕稍為拉開，現實問題會點樣反到台面？同時，泰嘅過去傷痕，外界對佢嘅標籤，會唔會再一次冚鐘響起？呢一集亦係兩人關係由試煉式信任走向日常式相處嘅第一步。故事開場就係後續處理，泰為咗當眾宣告而搏命出醜，學校自然有紀律程序要跟，同學群組熱議未停，笑聲、嘲諷、獵奇、稱讚混在一齊。泰照舊一副我 OK 的樣，但觀眾知佢係有計算、有承擔，佢唔係唔在乎，而係選擇將在乎放喺麻衣有冇被睇見嗰邊。相對地，麻衣雖然恢復可見，但要面對另一組現實。如果繼續休業，外界會講自大擺款；如果復出，就要同母親、經紀合約、工作安排重新談判。可見唔代表一切回復原位，反而係第一步。第四集最難得嘅部分係靜水深流嘅相處，兩人開始嘗試普通人嘅節奏，一齊返學，一齊食飯，在走廊鬥嘴，在天台講心事。泰仲不時用毒舌搞笑，幫麻衣卸掉公眾身份帶嚟嘅緊張。你會見到，經歷過看不見之後，麻衣對被好好對待變得特別敏感，一句平常嘅你食咗未都足以令佢心口暖一暖。關係喺呢啲微細瞬間慢慢成型。不過，過去嘅陰影唔會自己散去。學校仍有人提起泰當年滿身傷痕嘅事件，流言再次翻炒，新一輪都市傳說亦開始冒頭。關於商業里央深夜在網上發文與物理研究室有關嘅奇怪傳聞。泰一方面照顧麻衣，一方面亦同好友商業交流，試圖用半科學、半常識嘅方式總結之前的案例。青春症候群似乎同群體的認知緊密相連，被忽視會令人隱形，被過度放大會令人崩裂。呢啲對之後的故事埋下重要伏線。本集亦聚焦泰與麻衣如何公開定義關係。兩人喺校內已經毫不避忌一齊行，但要唔要用明確字眼去稱呼？係情侶？係在一起？定保持曖昧？泰直來直往，經常用一句半句我女朋友去試水溫。麻衣表面淡定，實際會在意語句分量。佢唔想關係淪為泰博出位嘅材料，更唔想自己再一次被外界角色綁死。兩人因此有幾場好好嘅對話，討論界線，討論被注視下嘅私隱，討論承認彼此要付出嘅成本。最終，佢哋以一種唔花巧但清晰嘅方式互相確認，唔需要向世界解釋全部，但會向彼此負責。其中一幕好觸動人心，夜色落下，兩人喺巴士站等車。麻衣談到母親，一個同時係監護人，亦係經紀角度嘅存在。他既感謝對方為自己鋪路，亦厭倦被當成商品管理。泰冇插科打，佢只係好認真咁講：你唔需要做任何人想你做嘅樣，你可以做返你自己。我喺度，簡單，但正中麻衣心裏最敏感嘅地方，被看見，被尊重，而唔係被安排。第四集的另一條線係把鏡頭慢慢轉向學妹古賀朋繪，她嘅存在感在本集顯著提升，跟泰互動次數變多，對留言嘅不安亦逐步浮上面。觀眾會感覺到下一個青春症候群嘅案例就喺佢身上慢慢發芽。班上亦出現人際摩擦，朋友圈嘅誤會，交往狀態嘅曖昧，網上留言的壓力，都係之後危機嘅火種。在節奏上，第四集刻意收斂大場面，以安靜的堅定為調子。高潮唔係一場舉世矚目嘅宣告，而係幾個細節：課室窗邊的對望，便利店門口的紙袋，海邊長椅上彼此靠近的一寸距離。呢啲細節講緊同一件事。與其用一次性的大動作換掌聲，不如用可重複的小動作累積信任。對麻衣而言，被看見從奇蹟變成日常；對泰而言，守護從衝動變成選擇。臨近結尾，幾件事同時落點，麻衣決定暫時仍不急着全面復出，但會主動與母親坐低談清楚，
提出屬於自己的節奏。他在朋友群中收拾風評後助力，仍然保持那份我就係咁的直率。最後一幕，鏡頭輕輕帶過，學妹古賀在走廊上與一名男生擦肩，表情微妙，步伐不安。手機震動的訊息跳出來，像是一個即將展開的新章節的敲門聲。觀眾知道麻衣篇將暫告一段落，下一個症候群即將開始。總結嚟講，第四集係從奇蹟回到生活的一課。佢告訴我哋，被看見之後，仲要學識被尊重；被守護之後，仲要學識共同承擔。他與麻衣的關係不只係浪漫，而係一種面對世界的姿態，安靜、穩定、持續。亦因為呢份安穩，故事得以將焦點慢慢移向下一位需要被看見的人。多謝各位收聽。